教大家整個美極螺絲哈，今天教大家整個美極螺絲啊。首先從眼度頭剪一刀，首先從眼頭度剪一刀，撩開絲，留開絲，剪埋下腳，剪埋下腳，跟頭剪一刀，尖頭剪一刀。首先調個醬汁，首先調醬汁，2匙羹豉油。2斤豉油，1斤生粉，1斤生粉，胡椒粉，半茶匙嘅糖，半茶匙糖，少半碗嘅水，少半碗水，放2圈蠔油，放2圈蠔油，熱鑊落油，一鍋落油，爆香料頭，放蝦落去蒸，煎到金黃就俾醬汁，咁蓋焗一焗，及雞咕一咕，最後落葱，不起來。哇，好食到手指都唔放過啊！哇，好吃到手指都唔放過啊！今晚可以食3碗飯，一咪可以食3碗飯，嘰哩咕。